位殿堂級嘅電影人啊，施南生咧，嗰個係咩病咧？係細菌感染，引致到多重器官咧就衰竭啊！咁喺琴日咧7月13號咧，就喺養和醫院咧就離世，咁享年咧就75歲。喺呢個電影幕後咧嘅製作一位功臣嚟嘅喎。咁亦都係香港影壇咧超級女金剛啊！咁亦都係一位傳奇嘅製片人。咁我仲以為佢係徐克嘅秘書嚟嘅，咁跟出跟入嘅啫。咁原來佢係幕後嘅功臣嚟喎，真係了不起啊！咁原來咧佢喺畢業於呢個英國北倫敦理工大學嘅喎。亦都精通呢個多種國家嘅語言啊嚇，出道嗰陣時咧，尤其是喺70年代嗰陣時咧，返香港咧就投身呢個傳媒界啊。咁先後喺無線電視啦、香港電台啦、呢個佳藝電視啦，同埋麗的電視，擔任呢個製作同埋行政工作啊。講佢個喺電視界嘅經歷咧，已經係喺80年代咧就已經加入呢個新藝城啊，成為核心嘅人物啦。亦都咧開創呢個票房嘅神話喎。尤其是佢咧同徐克咧被譽為咧影壇嘅神雕俠侶啊。陪伴咗徐克34年咁耐啊，亦都活躍喺呢個各國嘅國際影展啊。曾經獲呢個柏林影展咧呢個金攝影機獎同埋香港金像獎咧嘅終身成就嘅成就獎。將一生咧就奉獻咗俾呢個華語電影啦，同埋徐克成立嘅香港呢個電影工作室啦，作為咧係金牌嘅製片人。以施南生咧，佢推動咗香港呢個電影走向國際市場真係功德無量啊！佢呢對影壇嘅神雕俠侶咧，原來咧佢哋好多年相處，係1978年嗰陣時咧，施南生咧認識咗徐克啊。佢係導演嚟嘛，當年兩人嘅生活咧就好似伴侶咁樣嘅嚇，喺事業上咩係最佳拍檔啊！亦都經歷咗好多年個愛情長跑啊！喺1996年咧，兩個人咧就喺美國結婚，但係未有仔女嘅。儘管佢哋兩個人咧就喺2014年咧係和平結束呢個18年嘅婚姻關係喎。但係始終咧就保持着佢哋嘅深厚嘅友情同埋默契，哇！好難得㗎嚇呢啲。晚年施南生咧，因為受呢個免疫系統嘅問題滋擾咧，變咗咧佢就好仍然都好堅持佢個經營嘅優雅，亦都充實咗佢自己自我生活啊！喺影圈好少咧有咁嘅人啊嚇，尤其是施南生咧。佢好有獨特嘅氣場啊！同埋佢好有卓越嘅交際手腕咧，同埋呢個知性嘅形象。相等於好似林燕妮俞琤佢哋都叫做香港才女嚟㗎嘛。施南生咧更加咧又高貴又硬朗嘅外形咧，真係嗰個富態咧就集於一身啊！我覺得佢亦都係電影界咧係一個不可多得嘅，亦都能夠獨當一面嘅全面嘅製作人啊！喺5月14嗰日咧，我仲見到佢咧參加谷麗薇嘅設靈嘅拜祭啊嚇！嗰陣時咧，我都見到佢咧，當時已經係個神態咧就好疲倦。同埋佢行動咧都好似唔係幾好啊！即係行路咧，亦都需要人哋扶持，加埋咧攞拐杖行路嘅。通常咧，其實咧啲才女咧，大部分都唔係好重視呢個婚姻。加埋咧，佢哋有個性啊！
咁就覺得都唔係好大不了㗎嚇。咁婚姻就咁尤其是佢哋好優雅咁樣去過自己嘅人生。嗱，我真係好佩服佢哋五體投地㗎嚇。記憶裏邊咧，我好奇女子都有幾個嚇。早年咧有迪娜啦，有林燕妮啦，加上施南生啊，仲有一位咧李默啊。其實咧有陣時真係唔使一定要好靚嘅。喺演藝中咧，好多啲藝人都好唔捨得佢嘅離去啊。咁我喺呢度咧祝福佢咧一路都好走啊。拜拜。